Hello，大家好，我係 Iris，我係一個芳香保健師嘅國家裁判啦，咁同時間都係一個營養治療師嚟嘅。咁我用咗精油咧，大概就12年嘅時間啦。我之前咧有一個受傷嘅經驗啦，咁大概有3年嘅時間，其實我攤咗喺張床度嘅，咁後面就用輪椅啦，再慢慢逐步學翻行路啊，點樣拎嘢啊咁樣。咁但係過程當中咧，其實我用營養品啦，會用精油啦去做幫手自己身體調理。咁開頭嘅時候咧，其實我用營養品咧，因為我營養治療師嘛，所以我用營養品咧，我就發現個效果冇理由啊，點解會麻麻地嘅咧？咁我後面就將精油加咗入去我嘅調理嘅一個日常入邊啦。咁咧我就發現咧，用古巴香脂、用呢個檸檬草同埋雪松、乳香呢4樣嘢加埋一齊嘅時候，去調理個神經痛咧，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我之前咧喺仲坐緊輪椅嗰段時間咧，其實我係食緊好重嘅止痛藥嘅，咁所以都會影響到個身體啦，而且我係神經痛，所以咧我瞓唔到覺嘅，其實完全。咁我就真係透過精油同埋supplement 兩樣加埋一齊嘅時候，個效果就會好明顯地穩定咗好多。到我真係接觸呢個乳香膠囊咧，我開頭我都未試嘅，咁我就覺得好似聽落好似好勁咁樣啦，因為乳香再加埋乳香酸，乳香酸係好出名嘅一個消炎性品嚟噶嘛。咁咧，但係因為嗰陣時咧，淨喺美國有得賣，咁我就一路都未試。咁到有一次我係真係買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咦，即刻試下。我試完之後咧，我發現有一個奇蹟，因為我自己本身嘅身體好敏感嘅關係咧，我係會覺得佢令到我成個人都好 smooth 啦，所有即係器官與器官之間嘅溝通同埋個腦嘅反應啦、情緒穩定啦、瞓覺啦，整體都係明顯嘅提升嘅。始終翻風落雨啦，或者天氣轉嘅時候咧，我都會神經痛嘅。咁神經痛就真係好似有人飛針落嚟吉我咁樣啦，咁所以都完全瞓唔到啦，成個人會好繃緊啦。用咗乳香膠囊之後咧，個腰嗰個狀況咧係好明顯舒緩咗嘅。特別我發現喺用完之後啦，譬如心慌嘅狀態，因為當我痛嘅時候咧，其實係會驚嘅。咁啊即係你知啦，越驚嘅時候個肌肉就越緊，越緊咧咁就越痛啦。咁其實變咗個惡性循環。咁但係咧用咗乳香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嗰個效果係會再穩定咗。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好意外收穫啦。咁最後咧就多謝 doTERRA 啦，咁啊俾咗個咁安全嘅產品俾我，我的確覺得咧將營養同埋精油加埋一齊咧係一個對於長期痛症患者重新走翻出嚟社會嘅一個非常之好嘅幫手，咁啊非常之多謝 doTERRA。